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8，箴言15章33節安尼講：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駕駛，謙卑就是陽光的大星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謙卑來敬畏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賞賜活命氣息的上帝，你是滿有智慧的主宰。主啊，你的道路遠過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遠過阮的意念，阮卑微有限的人，常常為靠家己來行袂路。求你幫助阮，互阮通有屬天的智慧，來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賜阮堅定的信心，來行佇你所歡喜的路。主啊，佇舊曆年的路尾，阮用謙卑的心來懇求你，求你賞賜阮對你來的智慧，互阮通知影來敬畏你，因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駕駛，謙卑就是陽光的大星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。阿們。感謝主，伊愛咱來敬畏伊，對伊來得到智慧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